香港人不上深圳按摩，而家最大嘅問題唔係話冇好店嚟揀，而係話太多嘅店，搞到你以為自己揀到更加高級嘅嘢，但去完之後先發現，原來未必真係值嘅。而家福田嗰啲水療店越開越誇張，康泉啊、影院啊、自助餐啊、休息區啊，樣樣都擺晒出嚟。幾百蚊好似真係可以買到5星級嘅假期咁嘅，但係你真正買嘅究竟係一次按摩定係一個包裝好睇嘅消費體驗呢？如果最後使咗錢買咗一堆用唔上嘅設施，跟住仲要臨埋單嘅時候先發現有隱藏嘅收費，呢個先係最蝕底嘅。所以呢次阿 Ken 自己使錢實測福田嘅5家熱門水療：逸景芳香、千木、錦上、港灣1號、水果 Plus。我唔睇邊家裝修最大，網上嘅聲音最高，而係去睇下邊家真係值得過關，邊家只係網上睇住好正。第一家逸景芳香，講實話未去之前，我最大嘅疑問就係裝修做到咁高級，會唔會其實只係賣個環境㗎？因為而家好多嘅水療店最擅長就係將個大堂整得靚靚正正，5星級酒店咁樣，但係真正嘅按摩手勢、服務同埋收費嘅透明度，有時候反而未必跟得上。不過自己試完之後，我又覺得逸景最大嘅賣點其實唔係呢個表面嘅豪華，而係有啲細節好貼近香港嘅打工仔嘅需求。首先交通已經贏咗一半啦，因為呢，佢就喺呢個福田口岸，唔使話左轉右轉。我呢次呢，用咗200幾蚊嘅人民幣試咗佢嘅鬼木舒壓 SPA， 主要針對肩頸同埋腰背嗰種攰，配合精油嘅推撳，力度比普通嘅推拿更加深層一啲，特別適合嗰啲成日坐喺 office 對住電腦，條頸硬到好似石頭咁樣嘅人。另外呢，我覺得呢度有樣嘢真係幾適合香港人嘅，就係呢個免小費、免服務費，做完個項目之後仲可以慢慢咁樣嘆呢個自助餐，甚至仲可以留低過夜。就係話你唔使話撳完1個鐘就俾人趕走，而係仲可以食啲嘢、瞓一下、充下電，第2日先至慢慢地嘅返香港。對於星期5落班上深圳又唔想趕尾班車嘅朋友嚟講，其實買嘅唔單止係一次按摩，而係多一晚真正可以放鬆嘅時間。總結一句，逸景唔係最平嘅嗰家，但係勝在交通、按摩、餐飲、休息呢幾個環節配合得幾順暢下嘅。但係如果你想揾一個地方真正嘅放低壓力，而唔係話打下卡影下相，咁我覺得呢家真係幾適合香港嘅打工仔不想放鬆嘅嗰種節奏嘅。第2家千木 SPA 速度，如果你係第一次北上按摩，又冇摸清深圳水療嘅玩法，咁我覺得千木就係5家裏面比較穩妥嘅嗰一類。好多香港朋友呢，第一次過關按摩，最大嘅顧慮唔係話驚使錢，而係驚嗰啲店唔係記得，驚入去咗之後樣樣都要加錢，仲驚難得放假第一次試下就中伏。千木最大嘅優勢就係將按摩、休息、餐飲同埋娛樂合埋一齊，流程呢比較直接一啲，唔使話諗得咁多嘅。交通方面呢，從呢個福田口岸過去又幾方便嘅，坐10號線1個站就到呢個福民站，出站都唔使話行好遠嘅，價錢大概係300零蚊咁樣。對於第一次想試下呢個深圳水療嘅香港朋友嚟講，心理負擔其實會細好多。不過千木贏嘅點就係方便同埋呢個性價比，而唔係話追求頂級嘅奢華。如果你想要5星級酒店咁樣嘅私人享受，呢度又未必係最高分嘅。但係如果你想用一個合理嘅預算，先試清楚深圳嘅水療係點玩嘅，千木會係一個幾安全嘅選擇嚟嘅。第3家錦上，呢家呢唔係網上討論度最高嘅嗰家，但係阿 Ken 反而覺得最值得講，因為香港人不想，唔係話個個都想玩足半日嘅，有啲人真係只係想有人幫你將個身體放鬆一下，咁就夠噶啦。交通嘅方面呢，從福田口岸過去都係幾方便下嘅，1個站到福民站就到啦。消費方面呢，佢有推拿、頭療、腰背放鬆等等呢啲項目，消費夠某個數仲可以留宿。對於想夜晚休息完第2日先返香港嘅朋友，又真係幾方便下嘅。但係如果你係嗰啲想揾個地方玩足1日嘅人，可能會覺得簡單。但係如果你就係想舒緩肩頸腰背嘅嗰種攰，呢類店呢反而更加對路。因為有時候真正嘅放鬆唔係話呢個設施有幾多，而係你坐低之後，終於可以真正嘅放低壓力。你話係唔係呢？第4家港灣1號，如果你係約朋友一家大細不想嗨個半日，咁呢類嘅大型水療確實係會吸引你嘅。不過水療越大，設施越多，唔代表一定係話抵嘅。
因為你最後埋單嘅時候，可能已經唔止係一次按摩，仲有呢度仲有呢啲專車接送，入去嘅第一時間就係豪華更衣區、休息區、用品配置，通通都係比啲普通嘅按摩店高一個級別。例如話戴森嘅吹風機、奧利嘅護膚產品、浴袍、消毒櫃，呢啲細節都係幾好嘅。但係阿 Ken 反而覺得呢，大型水療最聰明嘅地方就係唔使逼住你消費，而係用個環境俾你覺得難得嚟一次，不如順便玩埋啦。原本只係想撳個摩放鬆一下，最後呢，餐飲、娛樂、升級項目一路加上去，嗰個數就好容易超預算噶啦。所以港灣1號適合想同朋友聚會啊，享受下環境啊，慢慢嘆半日嘅人。但係如果你一個人過關，目標只係想解決呢個肩頸腰背嘅疲勞，咁可能真係未必係最精明嘅選擇啦。最後一家水果 Plus， 呢段時間好多香港人留意呢家，因為網上睇住佢唔似係普通嘅按摩店，反而似一家大型嘅休閒度假中心。交通方面呢，水果 Plus 比較適合自駕或者直接叫車過去，因為佢本身嘅定位就係大型嘅休閒場所。如果你係一家大細，或者話約咗朋友一齊嚟嘅，想從下晝嗨到夜晚，食嘢、浸水療、休息、玩樂一次過搞晒掂嘅，咁呢個模式又真係幾吸引嘅。入去之後最大嘅賣點唔係話個按摩嘅本身，而係成套嘅體驗，包括成個水療區啊、休息區啊、海鮮自助等等呢啲配套，可以話俾一家人都唔使話到處走嘅。不過問題呢都係喺呢度啊，如果你一個人過關，只係想撳一下肩頸腰背，其實未必需要為咁多設施埋單嘅。所以水果 Plus 比較啱嗰啲玩足半日啊或者一日嘅呢啲客群，而唔係話一定適合呢啲純粹想按摩嘅朋友。講完5間水療，阿 Ken 又覺得深圳水療最大嘅陷阱唔一定係貴，而係話好容易令你產生一種好似賺咗嘅呢種感覺。第一種低價套餐嘅陷阱，門口呢寫住呢個199、299，好似又抵到爛嘅，但係入到去先知，按摩時間有限，升級個項目、指定個服務、額外收費全部另外計，埋單條數同你原本諗嘅完全唔同。第二種免費設施嘅陷阱，自助餐、生果、遊戲區、休息區，聽落好似全部都送晒俾你，但係設施越多，越容易呢令你有一種難得嚟到玩埋佢啦呢種心態。結果呢，由按摩嘅消費慢慢就變成娛樂消費。第三種大型水療迷思，裝修嘅豪華唔代表一定啱你嘅，所以阿 Ken 成日都講，香港人不常唔係話盲目嘅貪平，而係用自己有限嘅時間換一個舒服嘅體驗。消費之前呢，要問清楚自己你想買咩嘢，到底係按摩、娛樂定係一次真正可以放鬆嘅休息時間。講完上面呢3種陷阱呢，咁到底邊間先係值得去嘅呢？阿 Ken 試完呢5間之後，最大嘅感受係深圳嘅水療冇話邊間一定最好，關鍵係睇你自己想要咩，因為每家店都有自己嘅定位。最驚呢唔係話選擇少，而係你用錯嘅標準去揀。咁阿 Ken 自己俾錢試完之後，心目中福田嘅5大水療排名又係點呢？第5名嘅話，水果 Plus 設備同埋體驗確實係強，但係時間有限嘅話就未必係最大。第4名港灣1號，硬件同埋個規模有優勢，但係消費呢要自己控制住。第3名錦上，按摩嘅路線都係算清晰嘅，適合真正想解決疲勞嘅人。第2名千木 CP 值又算高，適合第一次體驗嘅朋友。第1名逆境芳香，因為佢唔係話最豪華，而係整體係最平衡，最少浪費到香港人寶貴嘅假期。阿 Ken 唔係話幫你揀最貴嘅嗰一間，而係幫你睇清楚你嘅錢到底值唔值得喺呢度使。深圳水療吸引香港人嘅地方，唔單止係因為平，而係同樣嘅一日價可以換到更加多嘅舒服時間。但係選擇越多就越容易中伏。我做呢個頻道呢，唔係話幫你揾到最紅嘅嗰一間，而係幫你用最少嘅時間避開最多嘅坑。錢要使得值，放假先可以 share 得有底氣嘅。下一集我哋繼續不想，拜拜。